是的，主，我们要天天赞美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是天天看顾与我们同在的主。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这样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就是爱。这是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爱你的。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有份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这是我们一起来开声，帮你哈鼓到你的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是这样子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因为你说你从不离开我们，因为你是今生今世的爱不改变的神，你说我们真的谢谢你，所以你是这样的。你说你要爱我们，就爱到底。在今天早晨，我们再次让我们自己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上，主我们来到在每天，我们都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来掌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么渺小，这么微不足道，可是你却把我们放在你的恩手上，就让我们成为你重用的人民。主啊，谢谢你在今的新一年里，主你再次来帮助我们，看见你上头的恩高荣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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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因为你是习在、今在、永在、不改变的神。我们相信主耶稣，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有厚厚的恩典加倍在我们的身上。主，你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上加福。谢谢主，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如此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好，我们一切把荣耀都归给神，我们来赞美他。感谢今天交给智慧的掌握。
让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我们来用起立的方式来倾听上帝的话。上帝啊，感谢你照顾我们平平安安度过一年。求主擦去我们过去所有的过犯，求主使我们学会关心国家的前途，与世人得救，使我们在平安、喜乐、顺境中，愿你的公义以和平降临在我们中间。求主拣选我们，指教我们。求使奉献教会借着团队服事来荣耀上帝，使众人得益处。我们要用感谢、赞美、敬拜来回应你的爱。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赏赐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对2012年有新的期待和盼望。若是遇到4月困难，若是遇到忧伤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使我们的保惠师，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同在。愿颂赞、荣光都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接下来请奉献教会的感谢诗，我们是在
请的是甘慧敏长老，如今音乐执事，演唱由张菊妹跟陈生，丝线由郑秋芳跟王心怡执事，导演的一个部长。献诗的是妇女的团体，招待余德清跟李明月，接送幸福舞信会，中演团契由陈美英来负责。日学李明月跟王心怡老师，插花是徐秀荣跟高聪妹。下个礼拜的家庭礼拜在离开你家家。下下礼拜是在黄春辉的家里。这个礼拜五的祈祷会是团圆祈祷会，在自己的家庭家庭礼拜。上个礼拜的奉献39533，里头奉献的是一股东。然后我消息报告跟分享一下，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非常欢迎你的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感谢上帝的同在，带领并诚心的欢迎第一次来本教会来参加礼拜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你们平安喜乐。我们会后对一位介绍一个家庭参加。好，第二个，目前这个疫情，还是进入在这个警戒期。谢谢你们能够遵守这个政府的规定，戴口罩，还有量体温好，我们再报告团契的消息。长执会的消息。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申请扣缴凭单，就是你们的奉献收据请你们来到我这边来登记。有需要扣缴凭单的，也就是去年度的那个奉献的收据请你们到我这边来登记因为我们大概在4月底以前都要把这些资料送到中会去申请证明。第二点，在2月25号礼拜四，中会有一个会议，地点在中会事务所，由我跟牧师前往参加会议。第三，3月7号。你们的牧师前往喜来白亚教会主持幸福大会。第四，圣餐主日，本来我们的圣餐主日在3月份，所以我们这次的圣餐主日在2月21日，礼拜天举行洗礼跟圣餐主日，请我们的弟兄姐妹预备心。这次坚信你受洗报名的是我们的周雨涵同学。总中会的消息，第一个，中会松年部举办圣经文化园区的参访活动，时间在4月12号到14号，地点在宜兰基隆新北市，费用是一个人5000块钱，预计人数是80名。所以报名的时间到3月10号截止。请我们教会，我们有请甘慧美长老来负责收报名费。第二点，3月20号总会举行记忆性的这个叫什么 ？maybe 师资的研习地点在寿丰的长老教会，所以呢，请我们直律学的老师跟辅导长老一律报名参加。
这次的报名的方式是用线上的报名。目前报名的有我们的牧师跟惠美2个人哈，希望还有其他的我们的老师、那个朱日学老师也要报名哈。以上是我的报告。接下来时间是分享的时间。这分享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牧师来为我们大家做一个秋年的祝福祷告。Dengan katakan, ayah kami tolong rumah kami, Apollo kita kami pangihak，我们一起同声来为着我们去年一整年神的恩典的带领，也为着我们展望新的一年，求神来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看见，有新的愿景，有新的成就。所以我们也为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庭来代祷，最后牧师要来祝福祷告，我们同声来祷告，米多罗尼达。Haleluya, kata mana awak malu yang di kerajaan. Kalau awak ini semua, saya kat serbo di tempat dunia awak minta alif tu masa mana akal raya. Awak miharan kami awak tu minta alifai dunia mihajan. Hai kali tu mahan dunia. Kalau kacang macam tu kalau cok, kalau raya tu, kali pahakan tu, awak tidak alif semua kami baca ini dengan. Sati hakai itu, orang dunia awak minta alif tu saya kami hajaan. Ini bisa dapat haja kau yang kami harapkan tu perluhai kami hajaan. Nana wamo, tungalan lalu semua tu iksan di sini tamianan. Kalau ada tu semua kalau melomah dunia, kalau ada tu semua jauhkan dunia. Maka ini ibu cok dunia wama, kami ulah ini kusaran. Ihaknya kami wama kami ulah tu tamu-tamu kawan. Senana wama apa pun itu semua iksan di sini tamian. Sang kalau musuh kalau cok dunia ini kaya musuh. Nana pada masa itu, kaya musuh, baca apa musuh betul dunia. 谢谢主，哈利路亚。爱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若不是因为你，我们所有的事都是枉然。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了过去的一年。主，在过去的一年的当中，我们有人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也有迎接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在这生生不息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主也在我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上面，主，我们知道你掌权。因此，主，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家庭、所有教会的服事、所有弟兄姐妹的健康、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全然的交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恩膏我们，按着主你的心意，敞开你天上的天窗，倾倒你所有的福气，降临在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的身上。主，求你赐给我们还在病痛当中的弟兄跟姐妹，不仅因为我们人体的软弱，我们的老去，我们有很多的身体的功能已经渐渐的衰退，但是主，你是心意更新的上帝。主，求你将那喜乐的灵也加添在每一个在肉体上软弱的弟兄跟姐妹，好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从圣灵而来的安慰、帮助。好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面对我们所面对一切无法越过的事。主，求你来祝福我所有的弟兄跟姐妹。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再一次献上我们的祭坛。主，我们求你来炼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主，我们愿意用祷告来托住，彼此来相扶持。愿在我们彼此祷告的当中，主你就出手帮助我们。主，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我们来恭守上帝的话。你来呀，咱们说话呢吧？阿弟阿妹拉着刚会的咱俩来诵圣经。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5到9节。以弗所书第6章5到9节。他们这边做好以后，不是我们把你们做出来，我们
Sa kelima, kamu uli kami matalau salusulan ko kamuso hakulong to tawagin no ekkalay. Matia kataya ci Kristoan. Agaga sa paarawan at sa itsangaan ko, ikalalo na lumamataya ko sa kakmakaw no tanggawi halaman. Upuli ni Kristo kami hanggo panuso. Kau nai panuso ay ko iti tukro na mulo matatulong ay na panuso no kawas. Utama na kawas ko Papalay kamianan hanggo panuso niluno mataya. Agaga sa paaraw ko tanggaw ko ikalalo na lumamataya. Kapana kamu burito sa ay ko kuri pagkahiran no tapang mahayay samangkan no kahatsay ko pagkaulak sandaan. Kamu tawgi hanan ko namu ko sa kuri agago patalaw sandaan. Kapana kamu ato sandaan saya ibu tapang namu kakanayan sa ayat sa kapili singkatong kamkam. 做奴仆的，你们要战战兢兢，专心服从世上的主人，像侍奉基督一样。不只在他们注意的时候这样做，想讨他们的喜欢，而是作为基督的奴仆，要从心里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你们要甘心乐意的尽奴仆的本分，像是在服侍主，不是服侍人。要知道，无论是奴仆或是自由人，主都要照个人的好行为报答他。做主人的，你们也要好好的对待奴仆，不要威吓他们。要知道，你们和你们的奴仆同有一位在天上的主人，他要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每个人。阿们。接下来我们邀请54家族的来献诗。
上去的话，我们请我们的牧师来证道。牧师的主题是新年的愿景，从尾声开始。请牧师。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年讲了2次，1月1号的时候讲1次，今天又再讲1次。我记得昨天我在听我们吴氏吴家跟刚家的一切歌颂颂美，好像不是这个版本哦，唱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有机会再请他们出来唱一遍。新的一年的开始，牧师想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明年我们要什么活动看到过？好，可以吗？我大赛哪里还能办过新年农民当的办回到，所以我今天会用华语来跟各位分享。新的一年，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所以我邀请大家把你的手拿起来，放在你的胸口上，一定地方好，然后跟着牧师一起来念。新的一年，求上帝大大的祝福我，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认识上帝越深，服侍心志越坚定。阿妹，这是你的宣告哦。虽然我有点逼迫你们，但是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跟神说：主，我要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越是认识你，我才知道我手中的服事是那么的有恩典。新的一年，也常常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志、重新立志的日子。今天是春节的初3。我们奉信教会所有的家人，平常我们只能够在 FB 在 LINE 里面彼此来联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这里，那牧师想要跟各位分享，我不是关于我们春节，因为这个是属于汉人的文化。但是我要分享的是，每一次牧师在家庭礼拜、在家庭探访的时候，我总是会问我们在部落的老人家，有什么需要为你代祷的吗？他们第一个总是不会想到自己。不会，第一个优先不会是牧师为我的身体为我的需要没有，他总是第一句话就是牧师，请你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我每一次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很大的负担。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外面到底有没有到教会里来，有没有一种认同感？”我想这是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做阿公阿嬷的，他们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这种牵挂，所以牧师想要把握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今天牧师的主题是新年的愿景，从尾声开始。我特别用以弗所书的第6章5到9节来跟各位分享。那保罗在这段经节里面，他有分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仆人应该如何服侍主人，第二个部分是主人应该如何对待仆人。但是牧师今天只要把重点放在5节到第8节，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开始之前，牧师有一个见证，这个不是我的见证，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在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有一位吸毒的刘先生，他进进出出这个监所已经好几次。他是在军中的时候接触这个毒，那越来越深，最后呢，他就只好开始卖毒。那他被抓到以后，被关了8年半。那在这8年半的当中，他一直在想说，进进出出他关了8年，他又出去，又进来，又出去，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卖毒很好赚，1个月有的时候会超过100多万。但是他说钱进来的很快，出去的也很快，所以他根本没有存到什么钱，反而是他一直被关进去又放出来，关进去又放出来，他让他的妈妈、他的爸爸非常的伤心失望。他以为，他说我像一个黑道的这样子的那种气魄，可以在他的同侪的当中被尊敬。
然后他在道，就是说在这个黑道的上面会有名气，但是他后来发现他这样做一点都没有什么意义。他也开过赌场，他甚至开过什么色情的场所，他是非常年轻当股东，在那样的一个场所的里面。但是有一次，他就说，他一个最大的反省的契机是在他被关在宜兰的戒毒中心。他在宜兰的戒毒中心，他说有一个画面让他很难忘记。他遇到一个老人家，70几岁，但是这个老人家从17岁就被关进去了，又出来，又再被关，又出来。当他再遇到这个老人的时候，是已经70几岁的老人，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他说：我要跟这个老人一样吗？我要跟这个老人一样吗？他说：我不要。我要跟我的家人好好的相处一辈子，这是促进他开始想要戒毒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毒戒掉？不是说戒就可以做到，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好像人得了重病，你多重的病，你就要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来去医治它，对吧？戒毒也是如此。那他遇到一个很棒的老师，在戒毒中心，他是一个基督徒。在进去监所里面的都叫张老师，不会把老师的名字真名说出来，所以那位张老师专门带他们的。然后呢，这个基督徒的老师就教他们做卤味，他告诉他们说，这样你们出去以后才有一技之长，你们可以做生意。他就教他们很会做卤味。可是呢，这些学生啊太顽皮了，每一个人都要去闹这个张老师，闹到这个老师有时候都会哭出来，是不是？玛利亚这样子受不了这些学生这样子，可是他还是继续留在那里。那他看到这个张老师的时候，他虽然被这些人这样欺负，他还是继续爱他们，像一个傻瓜一样，他这样形容。他说这个老师就好像一个傻子一样，但是他发现这个傻傻的张老师背后的动机却是很伟大。他说我感受到他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哇，他感受到这个张老师的爱在他们的当中。他说这个老师绝对不是为了要什么做功德、做善事，他完全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着想来爱我们，所以他感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说好，那我就要来戒毒。然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召，他说我来试试看，我信主1年看看。他给自己1年的时间，我信主1年看看，如果不灵，我就不信了。所以他就开始祷告，每一次在房间里面，在棉被里面，他也祷告，读圣经，祷告。然后呢，他有一次，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教会的圣诞节，好不好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个圣诞节？”可是他算一下那个时间，他被关到戒毒这个乐戒，一个周期是10个月。在这个10个月之内，绝对不可能放他出来。所以呢，他就想说今年的圣诞节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可是他还是继续祷告，带着期待的心说：“主啊，我好想参加看看教会的圣诞节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一起进去的有30几个人，他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被踢出来。可是12月24号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平安夜，对吗？24号的那一天。他却被监所的人叫来说：“你可以回去了。”这样，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多大的神迹！我只是向上帝祷告说，我想参加教会的圣诞节。他数算一下不可能，但是他竟然在12月24号的时候被提出来说你可以回去了。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带着他的全家去教会，他真的带全家去教会。后来呢，这个张老师看到他出来了。他就介绍他到这个教会去。当他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在台北在台北。那他到了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开始参与服事。那他在服事的时候呢，大家看他很壮又刺青这样子，所以他就说那你来做安全组。所以他们的教会刚好在这个台北巨蛋办一个很大的特会，但是他们是要取票的，要有票进去，你没有票你就进不去。所以呢，就有人就想要撒野，我要进去。这样，后来他那个黑道的本质就出来了，找到他就要开始要跟人家打起来，弟兄姐妹就开始打这样。
就在那边挡来挡去、拉来拉扯的时候，那一挂的人就跑到他的后面去。他刚好在拉扯的时候，看到他的小组长在后面，刚好被人家闪一巴掌，就闪一巴掌。结果呢，那个小组长被闪一巴掌之后，他还是很谦卑的请他们离开。后来他就开始想，哇，那一面被闪巴掌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他说，我连我的脾气都改不了。其实他那一段时间还是陆陆续续有偷偷的吸毒。他说，我连吸毒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掉，我里面根本就没有基督的形象，所以他很难过。他看到他的小组长被赏巴掌之后，还这样的谦卑的请人家离开。他说：“上帝啊，我不要再成为罪的奴仆，我不要再吸毒了，我要成为你爱的儿女，我不要再伤害别人，也不要伤害我自己。求你帮助我戒毒成功。”他最后真的戒毒成功。可是当他戒毒成功，成为一个上帝一个好的器皿的时候，就在他陆陆续续前后后这样，他的爸爸没有看到他已经悔改。就在他最后一次被关的时候，他的爸爸因为癌症过世，所以他看不到他的孩子的悔改。他说：“我一生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的爸爸没有看到我的悔改，成为正常的人。”所以他就劝每一个弟兄姐妹说：“我劝你们，我劝我的弟兄姐妹，趁你的爸爸妈妈还在的时候，让他们看见你的悔改。”我想这是一个只有经历过这种人生的低谷的人，他才有这种权利，他才有这种实力那种力道来去劝勉别人。他说：“你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神，因为神是信实可靠。”他就告诉每一个人听他救见证的人说：“你信主1年看看，你试试看，我相信你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跟各位分享？我们看见的是那位张老师基督徒的尾声，因为他的尾声让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重新找到了他的价值跟意义。有耶稣，我们的生命就重新充满盼望跟光明；有耶稣，我们的生命就能刚强壮胆，是朝着那个好的方向目标来前进。但是各位，即便我们这么的想要，我要跟各位说，信心是我们拿到上帝礼物的唯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照着你的信，我就给你成就。”所以新的一年，我们不要看环境。哎呀，我的工作怎么都永远都是这样。我们不要看环境，你不要看你的家境。哎呀，我爸爸又在，我们不要看别人，你不要看说啊，你看他跟我比较，就不要比较的心理都不要。我们就是在新的一年，单单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上帝，做得到吗？做得到吗？不要看环境，不要看别人，不要看你的家境，就是单单看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我们所有丰富的供应都是从那里而来的。我们看见很多人的生命见证，都是因为他们用他们的口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呼求说：“主，你帮助我。”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进来，神就带来改变，我们就看见。所以不是只有在我们属世上看到，你看在圣经上也是这样。圣经上约瑟，他17岁被卖到埃及，他30岁当埃及的宰相，只有13年。短短这13年，上帝把他从最卑贱的奴隶提升为最尊贵的宰相。什么原因？因为他一直行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是尊主为大的人，所以神就很快速的把他带到蒙福的路。另外一个比较是什么？以色列人。当上帝要把这个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的时候，本来只有1年半的路程就可以抵达到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却走了40年在旷野。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他们嘴里面中
中总是充满了埋怨，没有顺服。我们看见约瑟，他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是埋怨。我要跟各位讲，顺服要带来祝福，但是埋怨会招来什么？招来讨厌。神不是讨厌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他们的埋怨，使他们失去了神的祝福，是他们自己的埋怨，造成了他们失去了这个祝福。上帝的恩典祝福一点一滴的在他们的埋怨的当中流失了，甚至到最后，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进入到领地，死在旷野。我想我们都不希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浪费了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生命跟祝福。所以牧师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被上帝提升，有恩赐的，有丰富的恩赐跟祝福。但是不要忘记，约瑟被上帝提升成为宰相以前，他是一个记忆中的仆人，他是一个记忆中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宰相以前，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宰相以前，我要做一个长老以前，我要做执事以前，我要做团契的委员以前，我们必须先做好一个平信徒的本分。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要学习的。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身，在大事上也会忠心。所以上帝希望我们不论做什么，你都尽心尽力来做，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做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看。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用爱上帝的心态来做事、来服侍的时候，神说你必得丰盛的报偿。以弗所书第6章5到8节，这里提到上帝的仆人，这里提到不是上帝的仆人，是主人跟他的是主人如何来对待他的仆人。那第一个有3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第一个，你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的主人。圣经上我们看见要惧怕战兢，我们面对任何的服事要惧怕战兢。你知道每一次在主日礼拜的时候，每一个牧者来到主日的讲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惧怕战兢。你不要以为我们当了牧者以后，哇，很多年好像随随便便就可以站在讲台上，没有的。我们的心跟大家一样的，是戒慎恐惧、惧怕战兢的。我们生怕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说我到底能不能？这个我到底能不能？我只能够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寻求他赐给我属天的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你想约瑟单单凭着法老解梦，他就可以当宰相吗？没有。他一定是在做仆人的时候，他必须要对这整个的地理环境，埃及的地理环境，埃及的经济制度，他要去做研究，然后呢，他要去看我要怎么规划我们的国家才会这么好，他才有这个位置做到宰相的位置。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会不断的学习他不会的地方。我想这就是牧师一直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还是那一句老话，你不要等到很厉害了才做，你要做了才会很厉害，阿妹吗？这是李牧师说的，这是李牧师说的。我只是常常用他的话来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做什么事，你用诚实的心来做是很重要的。基督徒，无论我们是在工作上也好，我们是在金钱上也好，在时间管理上也好，在人际关系上也好，我们都要有诚实的心。我们的诚实可能会被别人看为是愚笨的，你是傻子，你看那个基督徒那么笨，那么单纯干什么？很多人常常会这样说我们，指责我们，取笑我们。但是我要跟各位讲，诚实是基督徒的特质，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诚实的上帝。保罗在第5节来看你的圣经。保罗在第5节说：“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我想这句话是耶稣要对我们说的，也就是说，你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要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你不义，在大事上你也会不义。那第2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服事的心态。我们服事的心态，保罗说
说，你们坐在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想请问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很多都是上班的人，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可能会说啊，我就考上啊，或者是啊，就有人介绍我啊，或者是啊，我就只会做这个啊。可是当你在做1年、2年、10年、20年，你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会不会到最后有一种想法？我做这个工作就是在杀我的时间，在打发我的时间，我就是为了我的3餐、我的全家的温饱，然后为了养家，我不得不做。如果你是这种心态，你会做得非常的辛苦。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想法，神今天把你放在这个工作的禾场的位置上，让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工作的价值跟意义对你的身上。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做越好，我们就埋怨越好。但是今天上帝把你摆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要学习什么宝贵的功课，他希望把你放在这里，要你去学习你的功课。那你知道你的工作可以荣耀上帝吗？你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荣耀上帝的，而不是每一天带着埋怨，然后带着，我知道很多时候在那个公司行号里面都会有那种小团体的，然后这个讲这个讲，哇，好不舒服。我在这个上班的地方，我太痛苦了。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告诉神说，主，我只要尽心尽力，我不是为我的老板而做，虽然我确实是在做老板的工作，但是如果我是像服侍你一样来做老板要我做的事情，我不只是在这个眼前侍奉，像讨人喜欢的，就像是基督的仆人，我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保罗就是这样，所以保罗才会说这样的话：我们要甘心侍奉，甘心的做。我昨天下午，我从我的牛肉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吴家的跟刚家的全家的人都在这边开始练习，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在这边练歌。我看见那个歌声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时候，哇，那个心情，你知道旁边都在卡拉 OK， 卡拉 OK， 但是我们在里面却是什么？就是那种对比，真的是我无法形容。但是我的灵欢喜，我的心快乐，那是无法取代的喜乐，弟兄姐妹，是无法取代的平安。当你听到这个诗歌，然后看见一群人围身在这里，他们可以在外面玩鞭炮，他们可以在外面吃吃喝喝，跟所有的宝贝在一起，但是他们宁可牺牲他们的休息的时间来到这里。昨天晚上也是一样，我们的敬拜团，他们花了将近快2个小时的时间，我有看时间哦，他们将近快2个小时时间在这里练敬拜赞美，哇，真的是太美了，我觉得。教会如果每一天都这样敞开，每一天都有人来这里练习也好，在你的练习的当中，你其实已经开始在服侍，你知道吗？所以你的服侍不是因为我要练习明天的服侍，而是当你在敬拜、你在练习的时候，听到的人已经被感动，上帝的工作已经开始在听到的人的当中来发动。所以即便你在练习，你已经开始在服侍人。阿们。哇！所以我们教会昨天教会敞开，然后呢，经过的人都会看到大家都在练歌。所以以后你要练习，不要害羞，把门打开，窗户打开，让大家感受到那个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那美好的事情。这是神对你的祝福，也是你要祝福那些经过的人。神把我们的教会放在这个马路上，台九线一定有它特别的美丽。我觉得我们是很有福气的。你看每一次红绿灯，车子都会停在那边，他们一定会在往里面看，这里面到底在干嘛？然后就看到一个牧师在那边比手画脚。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这么做，当我们唱诗歌的声音传递到外面的时候，别人的耳朵会敞开，他们到底在唱什么？然后他们的心就会被吸引，这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服事，我们甘心的做，用心的做，诚实的做，神必定会提升我们。那当你在你的禾场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老板每天都在看，我的员工到底有在做什么？他在背后
其实也在偷偷的观察你在做什么。我们的天父也是一天24小时，也是这样的陪伴我们，这样看着我们。如果地上的老板看你忠心都这样的美好，把你升官，那更何况是天上的父，他一定是非常喜悦。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去思想的是，凡是为主耶稣所做的，都必得奖赏。第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8节。Apurung kita mengasihi dosa. sama halaman来，第8节要知道北情，要知道，无论是奴仆或是自由人，主都要照个人的好行为报答他。好，和合本里面好行为讲的是善事，我用和合本来念一遍。保罗在第8节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上主的赏赐。这个善事是指什么？看这里的圣经，这个善事指的就是第7节所说的。第7节他说：“你们要甘心乐意的尽奴仆的本分，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这个就是你的善事。你如果按着个人所行的善事，专心在这件事情上面，不管你是法不利的、做奴的，或者是自主的，你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阿们。我想这是一个前后文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关键跟提醒。仆人如何在他的工作上忠心，我们以服侍耶稣的心来服侍你在地上的主人，并且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这个就是做仆人最大的善事。今天是旧历新年的主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立志，我们重新委身。凡是被主耶稣救赎出来的，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都是上帝的管家。所以你要看重你自己的身份。有一天你也会在台上，像这一群我们今天服侍的敬拜上面的同工一样。有一天神也要用你，成为他所重用的器皿。所以你不要看自己是软弱的。因为当你越不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你帮助我，你给我，你让我会。”当我们这么求的时候，神就自然而然给你这样的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亲爱的同工，我们是真正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是上帝，我们是跟上帝同工的人，我们是参与在上帝永恒国度计划中的人。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没有上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服侍不是靠能力，不是靠势力，乃是什么？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如果你愿意出来服侍，上帝要把我们当作，在我们的当中，他要做奇妙的事。你的谦卑的服侍，要成为众人的祝福。你的委身要成为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是主耶稣荣耀的见证人，一定要告诉你自己，你是主耶稣荣耀的见证人。而你为主耶稣所做的绝不落空，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必用1000倍、100倍、10000倍来祝福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你做人给他。父神，谢谢你曾经有应许的话对我们说，上帝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当我们忠心服侍，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蒙福，连我们的儿孙都有蒙福。上帝的祝福要延续到我们的子子孙孙。主，我们相信这样的报偿是极大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忠心。欢喜甘愿来服侍你，来服侍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在我们服侍的当中，我们愿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至高的上帝。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有耳都听的，赐给我们这样的恩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信息，希望我们听的都能够把自己的话、神的话牢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接下来我们再邀请我们渝北的弟兄姐妹来献诗。我们奉献教会、台湾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能够愿意来赞美我们的神，到前面来，服侍，是神所喜悦。他们今天献诗的歌是好心情。
地方教会我们爱心的人能够好像一场风中耶稣的多，阿门。我们仍然在立，来唱334首。Nanay, usapapalaman no kapang si Yes Kristo. Ato ulah mo amai kakarayan. Ato pikapod no pang salaakin mo. Hagian ini kahit kaitaod. Amen. Amen.这个礼拜3、礼拜4、礼拜5，我们中间的礼拜照常举行哈。然后牧师你把它稍微注意啊，长期休息一下，跟你们那个人来好，你上个礼拜休息的人在。你来过大家来嗨，你来过农历，你来过祈祷会中有关的地方这个台湾大家跟你们过。那我们最后一章我们周报的最后一章是教会给了一个弟兄姐妹的祝福关于我们用信赖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上就开始报告。刘月，我们今天请来教会非常的丰富，1年1度的春节，我们每个的弟兄姐妹都回到自己的部落，来带给我们欢乐。结束之后呢，每一个弟兄姐妹请留步，我们要合照留念，好不好？我们在教会里面那对牧师，我们顺便来介绍各个家庭回来的弟兄姐妹家人还有亲人，好吗？我们要为你们欢迎鼓掌。从这边开始好了第一个，我们请我们张群妹顾问长老的家人起立好吗？我们欢迎你们。因为疫情，好，请坐，请坐。因为疫情的关系说实在，我的家人也孩子都没有是这样。可是我在年夜饭的时候，最孤单的就我一个人在做。因为疫情的关系，希望这个疫情快点过去但是还是很开心。虽然我们戴口罩来讲话的时候，面对大家都讲到不讲不清楚但是很感谢主我们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喜乐，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感到彼此看到大家非常的开心，彼此我们部落的长者看到家里都回来，非常的开心。好，第二个家庭是我们的佩瑜长老的家人，请上去好吗？家人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外面很多人这需要2个麦克风是，然后彼此2个麦克风。佩瑜的家属在外面好，我们欢迎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家人最多了，300个人来，伟杰是我的代言人，
们的我们珍珠，太开心了，太开心。好，妈妈，谢谢，好，家人们打回来哈。家人，陈玉妹，是，好，谢谢。你的家人呢？看到了吗？啊，那这两位是家人吗？好，刚交的哈，好，我们请刚交的人，好，刚交的。好，谢谢，好，请坐。还有很久没有回来，是谁？捞奶的孩子是不是？还有好像很久没看到捞奶的孩子，是吗？你是他们的儿子吗？不是，不好意思。还有，从这里来。牧师，这个林志峰，我们的陈传道的家人啊，还有说人家怎么哈介绍过了嘛哈，稍微慢慢吗？我们的家人这个高聪太长老。你的脸都回来了啊！好，还有请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好，谢谢。还有外面的小师妹。我现在跟长老来，家人来了。大家认识吗？是哈。还有外面的家人吗？没有介绍的。好，谁家的哈？林家五家的哈？好，全部都站立啊！好，欢迎你们，谢谢你们，我特别介绍我牧师的家人啊，牧师。师长在外面。很多人不认识你吗？好，我介绍一下我的师长哈，请师长到前面来好吗？他是台东崇安部落的板扎沟，在红浪号，这部板扎沟听到哈，师长请的，那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外面的，坐在外面进来好吗？我们要来开大合照，这是我的大帅哥，他今天从桃园返回来哈。所以非常，我要赶快回来要做礼拜所以赶在9点半以前到我们的当中去，感谢神。那我们也欢迎每一位我们的奉信家人，谢谢你们常常在祷告中来纪念我们部落的弟兄跟姐妹。那今天大家请坐，请坐。今天大家手上有看到我们我们的牧师有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小红包袋，里面有一个。所以我说那一个小小的小惊喜哈，那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语，那也借着这个话来送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愿神祝福你们，也神祝福你们。
羞哈，每一个人都进来，没有介绍到的不要难过哈，不要难过。